要處理呢類膊頭痛，我哋之前提過嘅呼吸訓練係其中一部分，不過唔係唯一。咁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可以做個呼吸訓練，令到個肋骨活動力提升，個胸骨自然脹起，從而令到個鎖骨可以喐動多啲嘅話咧，你可以留意翻呢段片。咁下個動作我哋希望訓練大家個肩胛骨同埋呢個膊頭嘅連動。我哋希望令到你有一個先後嘅活動能力，先叫醒呢個位置，再將佢連結埋一齊。咁點做咧？留意啦！呢個運動係訓練肩胛同手臂嘅連動，希望令到肩胛骨咧可以分翻一個理想嘅位置。咁你要準備一個啞鈴。我哋今次做右手嘅訓練，我哋側左邊翻，個頭浸靚咗先，個腰都浸靚，右腳可以放前。如果你發覺右腳放前嘅時候，個腰好扭嘅，咁即係右腳就唔可以擺咁前，或者要嘢晾住咗啦。咁右手揸住啦，我哋鼻輕鬆吸氣，咁我呢個肩胛少少向後收，上臂向後轉。咁同期間將個啞鈴好似向天花板方向推高。呼氣咧就慢慢放鬆。我哋每一次都係諗住吸氣嘅過程，肩胛帶動個手臂向後轉兼向上推向天花板。咁呢個動作重複大概5至8次。咁每一次做感覺下個肩胛個肌肉有冇參與先。之後手臂手踭對上嘅手腕手指係完全放鬆狀態就可以啦。